今年荷兰小姐选美比赛是一个22岁跨性别女性可乐摕到冠军。可乐表示，虽然荷兰有较开放啊，不过还是有真侪人会甲骗上。Miss Nederland 2023, Ricky！ 欢喜甲记载袂调，头顶有关的是22岁跨性别女性 Rich Coren， 这个月初八伫2023年荷兰小姐选美比赛摕到冠军。 伊是94年来头一届摕到冠军的跨性别者。Yeah, I felt really accepted during this traject. We were like a group together. Afterwards, I won the crown. Sadly, not everyone gave me congratulations with my victory. I think it's really sad. 可乐讲，伊逐工伫 Instagram 看到最受粉的信息，甚至甲威胁，互伊感觉真震动。 虽然伊的动作无看，互家己尽量干那看好的所在，不过游玩对伊是真大的负担。刷来可乐代表荷兰参加全球小姐比赛，若阵会当阁摕到冠军，伊就是头一个跨性别的全球小姐。就准是伫相对多元开放的荷兰，跨性别者游玩面对来自社会每一个所在的恶意。罗西亚的环境对因来讲更较艰难。当地去年通过法令禁止人民宣传 LGBT。 最近，阁推动禁止改变身份证的性别，甲去做任何性别改变的手术。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дискриминационный закон, это закон, он фактически запрещает людям оказывать медицинскую помощь. И это в чистом виде фашистский закон. Я не могу его никак по-другому назвать. 跨性别团体忧心，当政府限制对跨性别者的医疗资源了后，乌市就会出现若计小贵，品质嘛无法度保证。另外，伊嘛认为政府的做法是公开带头歧视 LGBT 团体的烦恼法案通过了后，恐惊有跨性别青少年更加无助，甚至致使自杀案件增加。公视新闻张如明编译。